为什么想要分手呢？就不适合啦，个性不是很适合。就反正我感情本来就有点洁癖这样。帮你安排。今天安排什么？你安排的很烂呐。我今天结完婚。真的一语成谶分手了，而且两人早在过年前就脆了。往后这群郑英山与演员蓝勇、刘书宏交往近3年，去年还一起共同开频道龙妖死兔，分享两人交往生活中的大小事。但日前频道无预警消失了。龙妖死兔关频道 Q&A。Q&A 一定要来先问问这题：为什么想要分手呢？就不适合啦，个性不是很适合。分手的时候是谁先提分手？应该是我先吧，然后他就也蛮坚决，说要分手了这样。现在还对书宏有感情吗？多少还是会有感情的。那还有机会复婚吗？应该是没机会。之后男朋友还会找圈内人吗？应该说不会想要找演员。好啦，我自己有演戏啦，就是甚至可能自己也有亲过嘴，但是我每次在自己那样的当下都觉得，哎呀，是不是好像有点对不起自己的另一半？就反正我感情本来就有点洁癖这样，然后后来就交往才觉得说，原来我真的没办法接受跟演员在一起。主要分手原因就是郑英山无法接受刘书宏在工作上跟其他女生有亲密接触，不过当初两人也是因为拍戏进而有好感。他那么高，那么帅，又这么搞笑，通常女生都很喜欢。吵架斗嘴也是两人的日常。你不要拍这个，我说不要拍这个。所以现在很生气，是不是？对，我现在是真的，不要拍这个啦。你以后不要给我惊喜，拜托，不需要你给这个惊喜。我觉得他是一个超级不浪漫的人。贝贝，你爱我吗？那你爱我吗？贝贝，你爱我吗？但这些爱的画面现在都只能成为回忆了。有想对书宏说的话吗？就是希望你能够，在戏剧圈有你一片天，然后赚大钱，赶快就是买大房子、开好车，然后交到一个很适合你的女朋友，然后娶到一个好老婆。希望你们能继续支持郑英山，不管是他所有作品还是歌，希望你们也会越来越好。也谢谢一直就是在等《荣耀死兔》更新的这些粉丝们。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就是继续支持郑英山。尴尬。我的瞬间变成分手擂台，他要谢谢你。